姊妹大家平安。我邀请咱大家人，起立，咱要做伙准备心敬拜来上帝。请起立。咱虽然有一个人挂爱嘴阿嬷，不过咱充满微笑。咱甲边仔的人讲，你充满主上帝的阳光。来，你充满主上帝的阳光。阿门吗？阿门。咱准备心，咱要来咱要来欢迎圣神来到咱中间。咱举起咱的双手，然后这短短的安静的时间，咱将咱这礼拜所有一切操烦无用的代志，拢交托予主。咱所看路的一切代志嘛，拢交托予主。因为伫这个时阵，咱相信咱要甲上帝面对面，咱要来经历伊的心意，经历伊的医治，经历伊所赏赐咱的喜乐。阿门。阿门。按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渴慕你。圣神，我渴慕你。圣神，我足爱你。圣神，我足爱你。是主，圣神，我邀请你来到阮中间，伫阮的心真做王，伫阮的生命中真做王。咱这个时阵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做来祈祷的，请。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甲边仔兄弟姊妹讲，邀请你甲我跳舞俄勒主，来，邀请你甲我跳舞俄勒主。哈利路亚！外口听咱的上帝，咱必胜搁有春。阿门。阿门。好，请大家开起来，学录音。赶快来拍鼓啊！星星看日老你甲你的背，星星滚对阮调会鸟中情，无够怀疑我算够你的话语。
至好的朋友。今仔日咱将所有的烦恼甲困难交托予伊，因为伊知影咱的软弱，伊要来为咱分担所有的一切。阿门。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伊。 最好的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来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生活常常是路边。 宝座顶。Amen。以前咱风闻有伊，今仔日咱要亲目睭看见伊。Amen。也请大家搁较侪拍开咱的心，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伊是至悬的，伊牵制咱所有的恶路。Amen。
宣布上帝的荣耀，永中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阮的上帝。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中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阮的上帝。尊重你，献给荣耀，
归乎主上帝，阿门吗？阿门。所以我今摆要来邀请大家，咱做伙来祈祷，来为着咱的幸福小组，准备来开始咱的祈祷。咱相信，当咱甲福音传出去的时阵，上帝会同在特别降临，阿门吗？阿门。我相信当咱即摆咧大声唱歌敬拜的时阵，上帝同在嘛已经降临伫咱的中间，阿门。阿门。所以上帝守护咱即个大的使命，耶稣守护咱每一个人即个大的使命，就是爱将福音来传遍大家所在。所以我邀请大家即摆做伙开嘴，来替咱的幸福小组来做伙祈祷，咱做伙开嘴来。数到1、2、3，咱就开始来1、2、3，哈利路亚！主啊，上帝，我将我的幸福小组完全来交给你。主啊，主上帝，阮将阮幸福小组即个活动来交予你。是主上帝，求上帝，你的守护阮每一个人，咱的大能力来将福音来传出去。今晚我要继续邀请兄弟姊妹，咱找着咱边仔的人，咱两个人一组，咱为着幸福小组来 RPG 祈祷。来，咱即摆开始找着咱边仔，咱两个人做伙一组，咱来 RPG 的祈祷。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权利。好，来，咱开始 RPG 的祈祷。第一件代志先来娱乐，第二件代志就为着幸福小组，第三件就是为着咱身躯边的这位兄弟姊妹来祈祷。哈利路亚，谢谢咱西格勒的西勒的西格勒的卡拉西格勒的。主啊，阮将阮的幸福小组交托伫你的手中，是主你呼召阮成做安尼的基督徒，上帝，我要来将福音来传遍这个所在，就成为阮的厝边开始，哈利路亚，谢谢咱西格勒的。阮的上帝，坐你宝座里，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上帝，阮要尊崇你，圣殿荣耀尊贵，连连拢归伫你。也起来手来敬拜伊，上帝，坐你宝座里，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阮要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连连。圣洁荣耀，圣洁荣耀尊贵，连连拢归伫你。最后一摆大声来唱，荣耀尊贵，连连拢归伫你。咱将咱普声归乎主上帝，哈利路亚。是圣洁荣耀，拢要归伫主上帝，阿门，阿门。我邀请大人，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的敬拜上帝已经接纳，你的敬拜上帝已经接纳。佮甲讲，你学乐的声有够水，你学乐的声有够水。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3章，咱要对第17节读到22节，咱做伙来共读。
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上帝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地较近的路，因为上帝讲，行了遮的人民拄着战争，就后悔，搁倒转去埃及。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我对红海旷野迄条路，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地出去。摩西带约瑟骨骸离开，因为约瑟有叫以色列人就同抓，对因讲：上帝一定会照顾恁，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因对书格处罚，伫旷野的边界，以通战赢。上主行伫因的头前，日是用火条甲因带路，暝是用火条甲因照光，互因日时暝时拢会当行路。日时的火条，暝时的火条，拢无离开以色列人。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真做咱随时的帮衬。这是咱要来请本堂周信荣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分条甲火条。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遮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咱伫一礼拜内面上界欢喜、上界注重的时阵，因为上帝看重咱，所以因为咱愿意用一款的心来学乐伫伊的面前吼。你甲隔壁讲，逐礼拜这时阵看到你，拢是祝福来。阿门！感谢主吼，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愿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履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感谢主！咱的教会是归属耶稣基督的。咱的教会更较深知对主所领受的大改变，大家做伙来学习，然后执行大使命，伫上帝的面前。通互上帝欢喜。好，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继续来伫读圣经的内面，咱会当知影，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吼。火条、分条甲火条，分条甲火条，这是伫出埃及的过程一个真水的一个记号，嘛是一个真水上帝的作为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今仔日有缘。嘛，要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来显明，阿门。好，感谢主。咱前礼拜牧师有甲咱讲到出埃及记，对无？出埃及记就是出路，对无？有一个出路伫任何的困境也是阻挡内面，上帝拢要互咱有出路。我毋知影，咱伫即礼拜，咱有经历过出路无？有无？有啥物代志伫即礼拜感觉讲，哇！这礼拜有得到解决啦！这礼拜上帝为着我排比啊！这礼拜我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教育用的，阿门。在咱的信仰内面，咱就爱对上帝的话语，迄个整个话的气力，会当真正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这是非常重要的，阿门。所以咱相信伊，咱嘛交托伊的时阵，咱相信伊就为着咱找着出路。这是咱拢会当常常经历的哦。你看牧师拢有照着这个时阵，搁在抄圣经有无？这是前礼拜抄的。咱大家做伙来努力，伫每一日的读圣经了后，有一节的经文。兄弟姊妹，但是伫一章两章内面要找着经文最难的。会知影我伫看出埃及记36、37章，要找一节找拢无，因为拢伫圣殿的物件，伫做啥物？伫做啥物呀？啥物人做工头用啥物物件做啊？我毋知要用倒一节做咱的工具哇！求上帝互我有智慧因为咱是期待即个经文会当做导读，
会当读活实伫咱现在的生活所以我嘛求上帝，互我伫每一届咧找这经文的中间家己去经历咱的上帝的作为，就伫咱的中间，伫咱教会的中间。感谢主好，咱真欢喜，咱看咱对旧约，咱称伊做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甲申命记，对无？咱称伊做律法书。为什么叫做律法书？其实是伫希伯来文这5卷，也是讲摩西所写的这大卷叫做妥拉啦，吼。妥拉的意思是啥？妥拉的意思其实有教导，也是讲有吩咐，也是讲是律法的意思。其实还有一个嘛是讲有写着红心无？有写着红心，这个叫做妥拉。不过原来伫妥拉的意思，伫这个犹太人其实是伫讲教育的代志，不过咱看伫咱的旧约内面，真侪的所在拢甲伊翻译做律法。律法对咱来讲是安那？是对甲毋对的一个分别嘛，律法就是讲叫你毋通啥，毋通啥，你若犯着安怎就安怎嘛，像迄真严格。毋过其实伫箴言内面甲即个妥拉拢甲伊翻译做教导，也是吩咐。当然咱嘛知影吩咐伫原来意思嘛有叫做命令的意思。命令就更加严格对无？所以咱看，其实伫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过程内面，上帝毋是举一支鞭伫遐咧等你，等这做奴隶，互拍惯死无乖就甲伊修理，毋是。其实上帝知影，这百姓伊体谅430年来因的处境，上帝是安尼温群咧甲因教导、甲因吩咐，这通安怎，迄通安怎，是用即款的态度所以一般人咱读旧约，拢会感觉讲上帝足严格，足严格，无乖就要拍要刣其实这是咧互咱更较明白上帝的法度伫上帝国的伦理内面，咱一个新的开始的学习就必须要安尼所以互咱来知影原来摩西所写的对创世纪甲申命记，这叫做妥拉的意思，咱拢甲翻译做律法书。其实较重要，就像一本教育的册啦。教育的册对这个要互以色列人奴隶的身份，要怎样转甲变做上帝国、上帝的百姓的身份，这个有一个过程，这有需要调整。所以妥拉咱知影是摩西所写，咱就称伊做摩西五经。是安怎要证明是是摩西所写？因伫这5卷内面，常常有提到上帝甲伊讲，你着爱写伫册顶，你着爱将这话写起来。所以上帝所行的事这个历史内面，吩咐摩西着爱甲记录起来。这真重要，对吧？咱教会历史咱有在记无？有咱拢记甲足清楚上简单就是周报嘛，对吧？咱周报逐礼拜拢有在记，咱教会这行事这代志，不但安尼，到好会时阵，咱有完整的记录。牧师我嘛有家己的记录，伫每一阶段，咱教会上帝互咱的意向是啥物？咱执行了情形安怎？牧师拢有记录因为这历史拢在见证上帝伫咱中间，所以咱对这就会当看见，摩西所写的这，因为上帝互摩西是安那有读册，而且是伫皇宫内面上介好的教育的，所以上帝互伊会当透过伊的记录，就是将上帝的作为精选。拢伫这个内面来记录起来所以咱感谢主。所以伫圣经内面嘛记载，摩西带百姓献祭的时阵，伊就将约书念互百姓听，这百姓就讲耶和华所吩咐的，阮的确要遵守。所以咱就知摩西拢有写，因这就是摩西照着上帝爱伊吩咐伊的。
上帝予伊的话，就要记录起来；上帝所做的事，就要记录起来。当然，伊就会当照安尼来互百姓听来了解吼。是，所以牧师嘛有在讲，咱若有经历什么见证有无？你也感觉这就是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排比，安尼你嘛是爱甲写起来对无？啊无你若无写起来，足紧就可能袂记住咯。啊，这是真无彩，因为咱若写起来，咱伫回想的时阵，也是咱搁拄着患难的时阵，等咱有机会重新看的时阵，会壮咱的胆，互咱会搁较有信心。哇，嘛会当成做咱家庭的祝福。咱后代看到咱所写，过去咱搁较前辈因为足有习惯写日记，对无？像马街的日记啦，对无？伊遐无用，毋过伊有当写几啊，佢无写，毋过伊若有时间，伊就家伊的记录起来。到即马，咱有缘搁在研究马街，就是对伊的日记来，会当看见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甲百姓的关系，伊有啥物使命啊？要达成的过程安怎？结果安怎？咱拢对日记内面会当看见。就对后来的人来讲，即马是150几年对无？搁300年，人嘛搁在研究，可能嘛有迄个所谓马街的神学出来。毋过伊是一个实践家，这是咱会当看见上帝怎样祝福咱，特别伫台湾、北台湾的所在，透过马街，透过伊的记录，拢在写历史，拢在见证上帝是历史的上帝。阿门。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安尼来了解所以咱若要较简单来讲，这摩西五经，咱就会当来了解创世纪就是在讲起初，上帝的创造的起初；出埃及记是在记录救赎；利未记是在讲敬拜的事；民数记是在讲漂流的事；然后申命记是在讲更新的代志。所以哇！伫即个历史的内面的记录内面，一坎站一坎站，拢有上帝美妙的作为，也透过记录，咱拢甲上帝的见证，伊就是咱所信的主，是咱的上帝所以咱读出埃及记，到后礼拜咱会读到行去到伫西奈山哇，西奈山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总是后礼拜咱有。迄个男神的奉献主日有别个牧师会来讲道，毋过牧师感觉伫西奈山即件事真重要，所以伫后礼拜，我嘛要讲后礼拜的经文，这是咱会当对出埃及记来看见，就是咧描写以色列人安怎真做奴隶430年了后，上帝互因的身份改变，怎样因带因对奴才。成做上帝国圣洁荣耀的子民，这个过程，兄弟姊妹，伫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咱拢会当经历，而且这个经历是带来祝福的。阿门。哇，这个改变是上帝的作为，敢若上帝会当做尔，所以愿上帝帮咱伫基督徒你我的每一日的生活内面，咱拢去经历这位上帝怎样听咱。怎样帮助咱？伫咱看起来有真济的担爱担，有真济的困难，亲像无法度解决，总是因为咱对上帝有信心。因为过去伊怎样引带咱的家庭，咱就相信未来的日子，咱搁较瓦滚伊牵调伊的时阵，伊的恩典绝对教育咱用。阿门。伊为着咱开出路。伊有缘要真做保护咱的，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见所以咱读出埃及记，今仔日读到13章伫第1章到18章，就是在讲上帝安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的这个捆绑。19章到40章，就是在讲上帝出甲以色列的百姓伫西奈山迄个所在，怎样来教导因。互因伫未来建国的过程内面，会当去了解上帝国的伦理是啥物，上要立国的基础是啥物，这拢真做是真重要。以色列历史也真做全世界的历史，
咱拢看见一个真重要的事吼。所以感谢上帝，这毋是干那和国家有关系嘛，嘛甲你我大家人拢有密切的关系。阿门。吼，所以咱会当享受安尼会当真自由的敬拜，咱会当过着喜乐的生活。这有原是因为咱有经历无数的出埃及的事件的结果啦，是毋是安尼？好，所以说你若第一代，你一定有出埃及的过程，就是你第五代啊，你嘛一定有出埃及的过程吼。好，即个每一届拢在见证上帝主动要帮助咱，上帝知影亲目看见咱的需要。咱只要伫遐讨开，上帝就深知，伊就早为着咱备办拯救的计划。这就是听咱的上帝的作为吼。所以感谢主，今仔日咱读这段经文，咱第一就会当去看见上帝怎样体贴伊的百姓的软弱，因为伊知影这个是伊创造的，伫人的肉体血气内面，现实的环境内面。有人的软弱，咱这位上帝虽然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毋过感谢主对伊的作为，咱会当看见伊的慈爱甲怜悯盘过公义甲圣洁。好，所以咱相信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伫咱的心中。咱看伫这个进程，就是安尼个记录讲，有更较新，后来更较新的发落起来了。伊用3种方法要来遏制以色列人继续生摊战争，愈来愈丰盛，对因的国家带来威胁。伊用3个策略哦，这3个策略，咱讲是足无人性的哦。第一，就是咱所看见的，就是伊互以色列人，互因做粗工、做重工，要求因就爱起厝种田。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从礼拜牧师讲，这是完全毋捌的代志，因为伊是游牧民族啊。你若要叫因雇羊饲羊，因厉害，总是要叫因起厝，要叫因布稻挂稻这拢爱定心来学。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苦工，而且是受逼的哦，毋是因心甘情愿，是用武力、用政治的方式来压迫以色列人来做苦工吼。第二，伊就命令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因本身有2个产婆，讲产婆，你若看见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妇人人所生出来，若是查甫的，就爱安那杀互死，是女的留咧袂要紧，这是真恐怖。这步无法度的时阵，佫安怎？就叫埃及人，你若看到只要是以色列人讲希伯来话，这囡仔小囡仔伫遐跳来跳去，你就安怎？你有权哦，甲伊绑个，甲伊弹落你落河内面，互伊淹死。你看这样的残酷的作为，对以色列人来讲，迄是要断因的命根，敢毋是？要互因的后裔就无有机会佫生摊济。这款的方式。咱看伫以色列人的心中，因是毋是应该是真艰苦？毋过因的真艰苦，因为因已经袂记得因祖先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因只有伫遐吐开流目屎，毋知影爱求救耶和华，毋知影。总是圣经甲咱讲，耶和华上帝纪念顾念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伊就拣选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上帝保守伊免受灾害了，佮入去伫皇宫得到好的教育锻炼武功，读真济当时的册了后，互伊有百足的知识经历勇壮的身躯，上帝就执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代志，就交托伫伊的顶面。所以咱安尼一路读过来，到即马咱就知影，上帝使用10个灾害，当来鞭拍法老甲这个埃及人哦。牧师在研究这灾害的时阵，我有发现讲，上帝先对土地咒诅，
血流成河有无？拢对土地来刑罚咯。然后对精神，搁过来就是精神甲土地，搁过来就是人、精神、土地，遮个拢无办法。最后是安那？上帝就叫以色列人，恁就爱过搬过节，抬羊羔，将血抹伫门屉顶面，门是门屉顶面，然后迄暗就爱安那食苦菜，食啥物无甲饼，抬羊仔，连食羊仔肉来准备，爱紧准备好势哇是，所以咱就安尼看见。上帝重刑罚埃及人，互人甲精神偷生的，就伫迄项内面，拢受杀死啊！要我上帝行遮个事，敢若是要刑罚埃及人尔吗？毋是，嘛是要互以色列人真正认捌，伊是真个活的上帝，伊是因的列祖亚伯拉罕所信靠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求上帝帮赞，互咱会当透过遮个出埃及遮个故事内面，可能咱真实总是咱定心流的时阵，咱拢会当看见。为什么上帝每行一件事，每讲一个真重要的事，就是爱摩西就爱记录起来，就爱传落去。哇，这就是咧教导咱的信用嘛是爱安尼对无？可能咱的囝儿不一定愿意听，总是咱的责任就是讲，较传福音小感嘛，对无？咱的责任就是讲，就是行出来。那安尼，我相信咱尽咱的本分，上帝嘛会看重咱所尽的本分来祝福伫咱的后裔。所以，愿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内面会当去经历，上帝是何等疼咱、何等丰盛的上帝。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就甲咱讲，当法老看见第10个灾害，连伊的后生拢死了，伊就安那，就软心容阮百姓出去。总是才甲咱记载讲，非利士的路较近哦，就是沿海的路较近哦。上帝无要带因对遐去，因为上帝讲，行了百姓拄着战争就后悔，就要转去埃及啦。哇，这个记事内面，互咱会当去清楚了解，上帝真清楚这百姓的情形。意思就是讲，虽然430几年以色列人伫埃及，总是上帝每一日拢在看顾因，每一日拢在上帝知影这百姓的过程是啥物呢？虽然咱看见这个时阵，因要出来的时阵，圣经记载讲，因查甫的男丁成人查甫的都有60万哦。总是若个加咧，是毋是一定有200万？挂福音人、挂老人、挂囡仔，拢总最少200万。毋过，这个200万过去是做啥？做奴隶啦。无亲像埃及人，哇！因的壮丁，因着训练因会当有军事的气力，熬战争，熬骑马，来骑战车，这哇！免啊用枪、用箭、用剑，哇！这个军事的训练对这以色列人来讲是堪比的事，所以因无法度去面对任何有军事训练的对敌啦。所以咱看为什么上帝特别讲袂当对沿海非利士的地过？对非利士的海遐非利士的地过，为什么？因为非利士人，迄个所在叫做非利士海，就是非利士人拢真惯用的方式，就是船开出去，就是插船啦，看到别个国度的船去，就抢，就是抬，所以因是安那战争的武术。上帝知影这以色列人，若对这个出埃及对红海对这个非利士海的顶面遮，一定无法度去面对非利士人。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就带因对落南了后，
佫踅一大林哦，吼啊，然后去到伫西奈山，吼啊了后佫踅一大林，踅来踅去，踅来踅去，咱知影踅到40年对吧？哇，这条路会当讲是一个，互咱会当去思考的。所以牧师特别甲这个图，互咱看见吼。因对倒手边的较顶面遐有无？吼，较顶面迄搭遐，有歌山有无？吼，南西然后因对苏哥即搭遮出发，就落南一直行，沿红海的路一直行，到上下骹面。西奈旷野的较顶面遐有叫做西奈山，嘛叫做何烈山，对无？哇！你看这个路径就是安尼哦。然后因伫遐上帝甲因定选因做上帝的百姓了后，因就开始为着要去到上帝所祝福老年甲老密的地，所以你看因伫旷野踅来踅去，对无？踅来踅去，然后去到伫顶面，去到伫顶面，较经过约旦河，对东边经过约旦河，入去到伫耶利哥城，有无？迄就是因入去到迦南地的第一个所在。咱嘛知影伫耶利哥城的战争的事吼，所以这就是因出埃及的路径是安尼吼。所以咱看见，这就是上帝怜悯体贴伊的百姓，知影。因若行非利士路的地，非利士人的地，因一定想要倒转去埃及。有影嘛吼，伫旷野内面，伊常常讲：你要还要死哦！阮伫埃及偌赞的，佫有肥肉通食。你食肥肉，迄是一年食一届，对无？过年互你食一地，你就欢喜甲，对无？平时做人的奴隶，你嘛甘愿。这就是咱人性的情形。咱会当来看见吼，上帝总是体贴人的软弱，阿门。你甲隔壁讲，上帝总是体贴你的软弱，来。是，上帝总是体贴你的软弱。诗人安怎讲？讲因为伊深知咱的本质，纪念咱不过是土粉尔啦。因为上帝创造咱，知影咱的本质是啥物。知影咱的有限，无论是智慧、经历、气力，逐项拢是有限的。上帝体贴咱的软弱，所以这是咱感谢的所在。所以咱因为安尼，虽然咱是软弱的，毋过伫希伯来书就安尼甲咱讲哦。所以咱着爱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怜悯，得到恩惠，做咱随时的帮衬。阿门。所以上帝既然体贴咱的软弱，虽然咱是有罪的，总是因为伊愿意用基督的宝血压砍咱，也当咱愿意搁回头的时阵，每一个时阵，上帝拢是亲像迄个主下的老爸，伫门口口伫等咱转来。兄弟姊妹，无论大细事，上帝拢是即款的态度。所以咱着爱凭信心，甲主讲是。我们要学习你有即款的疼，会当去彼此体贴人的软弱。伫咱的家庭的生活内面，咱家庭的关系有当时就是无法度彼此体贴啊，对无？明明就知影对方的软弱是啥物，毋过有当时咱出去血气，出去要争一口气，为着爱面子，咱无愿意去体贴人的软弱。这是咱应该爱求上帝怜悯的。互咱会当更加去体会，是当咱甲咱的朋友、甲兄弟姊妹、甲教会中间，咱有了的摩擦的时阵，咱会当去退一步，彼此体贴人的软弱的时阵，咱就看见上帝丰盛的疼，就要伫遮来消融遮一切无好的事，互咱搁恢复伫上帝内面迄款荣耀。迄款有见证的群体，阿门。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咯。咱看保罗甲西拉，因去到伫腓立比传福音，因本来是带着足有气力的，对无？真侪人就跟对伊啊，毋过有人安那感觉讲，你挡阮的财路，对无？所以就安那想办法诬赖因、控告因，然后因就互人关落家。
总是因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困毒的时阵，因满心是欢喜的呢。所以因伫家内，因会当伫遐对日时甲暗时唱歌学了上帝，甲暗时啊，搁伫唱歌，隔壁的这修犯敢会讲哇，也要吵死！你日时互你吵，暗时你搁要继续吵，若无就是因为保罗甲西拉唱歌太好听咧，可能搁男生二重唱，听了真舒服，讲真正搁有演唱会的感觉。我想因无遐厉害啦，也无写讲因做个唱歌咧毋过因的歌是有穿透力的，是有影响力的，是有听的，所以或者的当受苦的，因静静地听咧。后来咱看天使用地动来讨棒因的即个骹镣、手镣的时阵，因第一个想到的，毋是讲哇，安尼阮即摆会当安心啊，紧走。因保罗甲西拉毋是想着家己的安全哦，伊是想着啥？讲惨啊！即伫顾阮的遮、顾家落的遮代志大条啊！因为只要闹一个人选出去，伊代志就大。因为伫罗马的律法内面，你顾家的，你就爱尽本分。只要有一个人，脱离家落，安尼你就爱受重重的刑罚。保罗西拉因知影即个代志，即个律法，所以因担心的是即个顾家的，所以就紧甲顾家讲：你安心，阮拢伫遮。保罗是啥物人？伊会当叫大家拢放走，是因为伊迄个影响力、福音的能力伫伊的身上展现出来。毋是伊的歌声真好听，大家搁要继续听，是因为上帝互伊有即款的权柄，所以感谢主，上帝帮赞，互保罗甲西拉就迄一日会当不但免得即个顾家的来自杀，嘛互伊的家庭规个拢会当洗礼归伫主呢。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会晓体贴别人的时阵，咱看上帝就要透过咱的疼心来行使更较大的拯救。伫咱的四周围中间，保罗西拉，这就是互咱上介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愿上帝帮赞，上帝忠心的工人，上帝忠心的儿女，咱若遵行上帝的话语，更较侪去体贴人的时阵，我相信带出来福音的快乐是大的。你若是搁在上班，你若更较有机会甲这未信者交陪的时阵，请你着爱学习保罗甲西拉，毋是干那顾着家己尔，因为知影家己上帝保守，总是上帝可爱的，就是咱更较去体贴人，更较去体贴人。那安尼，人就要看见咱，就知影咱是归属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信心，因为体贴人就是尊荣人的一个行动。阿门。体贴人就是尊荣人的行动，咱做伙来讲来。体贴人就是尊荣人的行动，是你体贴伊的时阵，毋是你让伊，是你尊重伊哦。迄无共款哦。你体贴伊，知影伊即摆即个时阵脾气无好的时阵，莫免安尼，咱点，互伊加讲几句也不要紧，咱是尊重伊。咱是毋是让伊？咱嘛会当让伊，敢毋是？总是。咱是徛伫尊重你，你这个时阵我知影，你这个时阵心情无好，你这个时阵压力真大，所以食饭大细声不要紧，等下过去了就会好，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咱会当来学习一个真好伫生活内面真好的一个典范感谢主。所以耶和华上帝安尼讲这是耶和华上帝未带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就甲摩西甲阿伦讲的话呢，讲我要将以色列人照着因的军队对埃及地带出来。则讲这是对迄个阿伦甲摩西所讲的，将以色列人照着因的军队。以色列人迄个时阵敢是军队？毋过上帝讲因是军队呢，足特别我在读这个时阵，确实是军队，
圣经嘛记载，就是伫咱今仔个经文的较头前，伊讲以色列人住伫埃及拢总有430年，满430年，迄天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即群毋是奴隶吗？毋过上帝爱摩西记录的，毋是讲以色列人即群的奴隶对埃及地出来，伊讲即群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呢。是毋是上帝伫遐早就宣告，这成做奴隶的将来要成做我的军队？阿门！哇，这是上帝的作为呢。上帝先有过哦，上帝有过常常对啊。咱看10条10个灾害内面，上帝拢有先讲对啊。上帝要鞭拍埃及人，毋是点点鞭拍呢，拢个叫摩西去先甲法老讲，我的上帝要安怎哦，要刑罚哦，你要听话无？毋听话好，转去。上帝就讲，你乖遐起来，闭一个就好，灾害就落来，好无？每一个灾难拢是安尼呢。哇！所以上帝有听法老埃及人无？嘛是听，只是因硬心嘛。所以兄弟姊妹，咱在读这个过程，咱就会当去深深去体会，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这群的奴隶，上帝竟然大声就宣告，因要成做耶和华上帝的军队。但我相信你我，上帝嘛安尼在甲咱宣告。伫咱的生活，上帝早就宣告，咱要成做伊的百姓，是丰盛的，是有气力的，是有五芒的。这你我伫生活内面拢会使。所以上帝计划以色列人，因要经历啥？麻雀变凤凰啦，对无？就是要脱胎换骨。上帝早就命令，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更加体会，迄个旷野的道路就是啥物？就是一条改变、扭曲、扭转的道路，敢毋是？这嘛是，互咱看见出埃及旷野的道路。虽然爱经历40年，总是这40年是以色列人定心认捌耶和华上帝，甲上帝有亲密、上界亲密的关系。因为圣经记载，今仔圣经讲，上帝伫云中对因讲话，对无？上帝透过云条、火条在引带因呢。哇！上帝亲自引带因，这是足特别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圣经佮甲咱讲，日是耶和华伫云条带因的路，暝是伫火条中来光照因，互因入暝拢会当通行。所以云条甲火条就是在表明上帝的光照，上帝的保护、压榨甲引带。拢随时随刻伫以色列人伫出埃及旷野的道路，上帝随时拢在做这事，因为上帝引带因也甲因同行，所以感谢主哦。咱知影，照这个地势来看，西奈的这个沙漠，日时也是45度以上，佫是伫沙漠旷野的所在，风飞沙来，迄款的小气拍来，迄个细粒的沙拍着身躯，迄是真艰苦的一件代志。45度以上呢，意思就是讲，可能会当到55度。迄人差不多无法度伫迄个所在生活，敢毋是？佫是爱长时间安尼，也是暗时啊咧。暗时啊，因为沙漠无法度保温，所以迄个温度啊，对暗时啊，日头落山开始，迄个温度真紧就一直降落去啊。是毋是有讲到暗时啊，可能要到0度拢有所以若是伫遮，无论是日时会热死，还是暗时会寒死，这拢是一个可能的代志。所以感谢主，上帝怜悯这百姓。日时有云条来压榨，暝时有火条来引带，这就是因伫旷野的道路经历这位上帝随时保护供应的一个真重要的事。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更较去体会咱
行伫上帝的路的顶面，就有分条花条在保护咱。阿门。好，咱做伙来讲，我行上帝的路，有分条花条保护我。来，我行上帝的路，有分条花条保护我。阿门。是，咱行上帝的路，有分条花条保护我。最后咱看，到底是什么人在决定讲，就开始行军，开始行，就要停落来，就要安怎，要行偌紧，行偌慢，上帝决定。是摩西吗？摩西上帝竞选伊啊，所以摩西讲停就停，起行，起吗？行较紧的，行较慢的，毋是摩西啦，是讲着遐族群的人遐族长做伙来开会来决定，爱烧会通过才会使，是吗？毋是咧，真特别咯，圣经安尼记载，这就是伫后壁40章的时阵安尼记载讲，每一届分条对长务收起的时阵，以色列人就起定，分条分菜若无收起哩，因就无起行，因为分条落来是表达上帝的临在，分条若收起来就是爱起行，真特别咯，这互咱会当看见，是就着照着分条甲花条，意思就是讲上帝透过分条花条，互因知影，这是上帝在引带因。世事咱有思考吗？世事若一寡人讲啥物就爱对着分条咧？我后要忝时，我会当加休困一点钟无？去时遐热，讲行到即马，搁要去行，我要休困一下，会使无？会啦，你若真正无爱行，人嘛无法度甲你讲啊，对无？毋过你了解1点钟了后，你会变做啥？若是55度的日光呢？伫沙漠内面。迄温死的迄是温死的，所以分条甲花条，在甲咱讲是，咱若是要对，就爱对好调，不要拖对。咱若拖对的时阵，可能咱环境就是无法度容忍咱活落去的时阵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提醒所以，愿上帝帮咱，你愿意有分条甲花条的人生无？阿门。是。因为上帝的保守引带，这是咱所深信、咱所意爱的。愿上帝帮助咱咱做伙来讲，我的人生有分条甲花条来，我的人生有分条甲花条，是求上帝帮助我搁用一点仔时间讲这个全球最大网络的零售商就是亚马逊伊的创办人叫贝佐斯啦贝佐斯。真特别咯，这个少年人30岁就开始来家己创业，伊创业拢的想法可能无啥共，所以伊足侪创意的因为安尼，互这个亚马逊的公司安尼一直发达起来。毋过伊有一个真重要的思想理念，伊毋是要做上大的，每一件代志伊毋是讲上大的就好，毋是。伊毋是讲上趁钱的就好，毋是有当时伊在做了钱生意，伊的员工是即个同事感觉你较会要做了钱的生意，伊感觉讲这就是投资，这真特别咯。所以呢，伊的想法就是安尼，拢总是为着长期来在思想，这是伊的名言拢总为着长期来在思想所以，伊安尼讲有真侪人面对危机的时阵，过度关心10年后的世界，还是你的家庭会拄着啥物？拄着啥物会安怎改变？大家拢过度讲10年后可能会变作安怎？所以就用足侪时间在想讲，安尼10年后要安怎？要安怎改变啥？要安怎学啥新的啥？毋过，伊讲真侪人拢毋捌在思考10年后。有缘无改变的本质是啥物啦？这句话咪真有意思对一般的企业家来讲，就是这时代变迁真紧，安尼咱着紧的紧改变啥变啥对着这个时代。毋过伊讲，你爱去思考，伫
伫你的生活家庭内面，一生中间，就是10年后也未改变的迄个本质是啥物？你要接受迄个物件，你爱关心迄个，迄个是上介重要。既然若是未改变的，你伫即马放弃的时阵，迄个时阵到时阵，迄个你就掠无着啊，敢毋是？伊即个观念对我来讲有真大的一个提醒。伊讲最后会当掠着本质的人，才是会当合宜来应付变迁的即个世界啦。吼所以迄个本质是啥物？伫你的生活内面，伫家庭内面，咱会当去思考。迄个未改变的本质是啥物？我相信，即个有远见的企业家，拢明白本质的重要性，因一定会掠条迄个上界核心的物件。咱嘛会当甲讲叫做核心的价值。迄个核心的价值是啥物？迄个永远未改变的是啥物？这伫你我基督徒内面，其实咱拢知影。所以，若是有远见的企业家，因拢会提出因的愿景，有无？因的宗旨、因的目标是啥物？迄个物件毋是第一站就完成就无代志啊，毋是。因已经是足长远的想法。我这个企业是为着要互世界的人类会当享受着和平，虽然敢若做可口可乐尔，伊讲啉可口可乐会当互世界和平。你甲否定不要紧，毋过这就是伊的远见嘛。对，这就是伊的信念，伊期待是安尼来做。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也帮助咱，诚做基督徒的咱搁较知影，迄个永远未改变的本质是啥物？咱爱牵条好势，这对咱的家庭家族来讲，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祝福。所以，生命的本质是啥物？信仰的本质又搁是啥物？这就是留互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咱若感觉迄个是未改变的事，即马就爱牵条好，到底永永远远，伊拢未改变，安尼就对了，安尼就对了。所以看见抗疫的路，虽然是歹行崎岖的道路，却是安那上帝经历上帝的同行、保护、供应、甲拯救的道路呢。那安尼就是你即马游玩搁在行抗疫的路。免烦恼，你若牵条主，伊是永远未改变的。迄个未改变的本质，你若知影，那安尼，上帝一定甲你同行，保护你、供应你，必要一定会拯救你。安尼，你就会当交托伫伊的手中。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知影，甲上帝同行，咱就会当面对着即个多变的世界。咱犹原有不变的真理，牵条伫你我的中间。所以有分条甲火条，这就是稳定的路。阿门。咱做伙来讲，来有分条甲火条，这是稳定的路。愿上帝祝福咱哦。这时阵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日时的分条，暝时的火条，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出埃及记13章22节，佮一摆来。日时的分条，暝时的火条，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埃及记13章22节。所以咱若讲咱要宣读对无？我就当我宣告，日时有分条，暝时有火条，拢伫我的头前引导我。阿门。哇，是。安尼，咱就是在行这条稳定的路，阿门。感谢主吼！这时阵咱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条
成就伊咱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应要过做天，一心一意，飞啊飞啊飞，让我灵命甲福音，一心一意，飞啊飞啊飞，让我灵命甲福音。阿门。因为咱的人生是有分条甲回条，咱对着伊就会行这条稳定的道路。主，阮多谢你，予阮有这款的信心，我靠你对你的脚步到世间的路尾。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我告主，是阮做事。向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天开蓝，不打出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你在所有拢相离。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潘牧师来主持。谢谢大家平安。上帝恩典甲伊的能力伫咱的兄弟姊妹的身上嘛，伫咱的家庭的内面。今仔日咱伫敬拜了后，咱即时咱来看咱的圣经的导读的部分。伫3月初9，咱即摆已经咱的读经的计划已经进入到伫出埃及记第13章，所以伫即礼拜咱犹原每一工来照咱的进度来读上帝话，入来伫咱的内面，互咱的快乐家庭嘛，互咱的家庭得到喜乐、健康、平安，这是上帝伊所应允的祝福伫内面哈。好，所以今仔日的导读的经文来，咱做伙甲伊翻做中文台语哈，来中文翻做台语来。你是云条，米是花条，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好，搁一届来。你是云条，米是花条，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感谢主，上帝的云条、花条拢伫咱的面前。好，感谢。搁来。
咱看到咱的周报来，咱的周报内面有列一张咱即个母亲节的即个，咱都有看到哈，特别咱永光教会伫今年咱的母亲节，咱要来举办咱的母亲节的一个庆典，要互咱兄弟姊妹以及咱的家庭，也是咱的 best， 会当来参加咱的即个母亲节的感恩的礼拜。所以咱的日期是定伫5月11。咱即马有提出即个，就是咱原本一个人是爱500箍。因为咱订桌即摆餐厅的桌声费用会较悬，所以咱订桌的时咱就甲因有一个约定。咱即摆呢，咱伫开会了，咱要互咱的妈妈有一个尊荣者，互咱的妈妈伫迄一天，因为迄是母亲节，所以咱的妈妈本来咱的爱纳的迄个费用一个是500箍，但是若是妈妈，你若是妈妈的本身。咱会当300箍，这是教会着搁提升咱的补助，但是教会咱遮的小会长老同工拢真欢喜，会当安尼来庆祝咱的妈妈。所以你本身若是妈妈，会当交300箍，这就是尊荣价300箍吼。咱的桌声咱差不多有50块桌，所以咱其他的人妈妈是300箍，其他的人就是500箍。咱可能想哇，这安尼介绍敢若嘛无真俗，因为咱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做伙来参加。咱的礼拜迄一天，咱的迄个母亲节礼拜，咱就线对遐去，因为咱若伫遮礼拜线，搁去到遐，迄个路程爱真远，过来就是时间爱占真济。另外，咱嘛是透过安尼，互遮的新朋友去直接到伫餐厅。所以去到伫餐厅会当坐落来，就会当伫遐来敬拜，然后敬拜了后，就开始食桌。食桌的时阵，咱甲咱的厝里的人，就会当有一个交谊联谊，嘛，带咱的厝的人来到伫遐看咱的礼拜，因就会看着讲原来教会礼拜是遮尔温暖，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牧师嘛鼓励咱，会当透过这个母亲节，邀请咱厝里的人，因为咱平常时咱嘛会搁去外口餐厅食饭，对吧？不如你甲你的囡仔讲，安尼即天吼，阮的教会有班，咱来参加阮的教会的迄个飨宴客吼，所以邀请全家拢会当看到恁安尼一道圆圆，拢是咱的厝的人，拢是恁兜的人吼，这是真好的一件事吼。好，所以咱迄个这个报名一直到3月31进前吼，所以咱会当邀请厝里的人，妈妈尊荣价300元吼，其他是500箍，卡数是伫青少年，搁伫迄个儿童亲子礼拜，因拢有固定参加青少年的聚会亲子礼拜，因有愿收300箍。为什么？因为囡仔学生袂趁钱，搁有父母带因的囡仔来到伫亲子礼拜。囡仔啦较细所以囡仔甲青少年因有愿交300箍，咱其他的大人500箍，妈妈尊荣者300箍，安尼好无？好，感谢主吼，上帝真正是听咱吼。好，过来，咱伫迄个有一个访韩的报名吼。咱即个访韩的报名，到3月16截止。咱看到即个相片吼，也是韩国的中永顺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到伫台湾，为着即个访韩咱台湾的基督徒会当到伫韩国因的祈祷院来伫遐祈祷，所以主任牧师就来到伫台湾，邀请差不多30-40位的牧师，咱的周牧师嘛伫即个中间受邀请。因讨论伫韩国迄个访韩的盛会伫遐进行，差不多访韩的盛会参加拢是世界各国来的，大概有3-4千人，因特别来到伫台湾来邀请咱台湾的基督徒会当来参加。目前咱教会报名10个人，报名10个人，所以咱会当继续来报名。报名是爱纳一个定金9000箍。
然后到39000块吼，总是咱的教会补助1万块。啊，咱要旅游教会毋捌咧补助的吼，总是咱这是一个祈祷的一个足好的机会，所以咱的教会特别补助参加的人，倒转来了后会当补助你1万块，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这是一个真好的祈祷的机会。困伫遮洗身躯，即马拢改善啦，拢无问题，拢真好势吼，所以咱欢迎来报名。好，过来。小等者，咱要颁发遮个细囝甲青少年的迄个信仰的奖励金吼。因伫读圣经、伫出席伫 QT 遮个方面拢做了真好，所以因会当达到迄个标准，要来领遮个奖励金。咱有欢喜看到咱的后一代，因伫信仰有一款的奠基的定根的即个基础吗？阿门吗？阿门！上帝要祝福咱的后代。好，过来，好，好，过来就是咱甲即个时间拨出来，3月29下晡1点，咱要有全国基督徒的祈祷大会，伫倒位？伫总统府的头前。所以呢，请咱甲即个时间拨出来。然后为着要准备即个总统府头前的开道的祈祷大会，因为这是全国性的，所以咱爱有真济进前的祈祷的准备。所以咱有21天对明仔载开始，咱爱来禁食的祈祷。即个禁食的方式就是你会当每一天禁食一顿。照你家己的身躯哦，你讲无输我着有糖尿病，我着有啥物病，我无适合禁食，不要紧，安尼你着毋免禁食。总是咱即个禁食的咱的身躯若是会使，咱每一天连续有21天的禁食。然后一礼拜有选一天是3顿的禁食。哇，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操练哦。但是咱会当操练无？会当操练。为着台湾祈祷。因为咱知影，咱即马台湾两化的安全的问题，也阁有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总统，哇，伊即马所定的真济的计划，非常的影响全国。对台湾有影响无？有影响。所以有真济的牧者看到今年是一个关键的年，所以咱爱甲上帝求，互咱台湾会当伫平安内面，互咱台湾的百姓会当归主。佫会当伫即个世代，伫即个地球，会当有上帝恩典。大家每一个国家的总统会当慢慢来明白上帝，照着上帝计划来治理即个世界，治理即个国家。阿门吗？所以咱伫即个时间要开始来明仔载开始要举行禁食的祈祷。所以咱伫倒一顿禁食，你迄顿若禁食，你既然无食饭，你要创啥？用迄个时间。然后去一个安静的所在，你的房间啊、客厅安静的所在，用祈祷的时间来代替食饭的时间。毋是讲你禁食就咱坐伫遐看电视、滑手机哦，毋是吼。你禁食中昼顿我禁食，安尼我着跪落来、坐落来、徛落来，拢会使。你着伫遐为着国家祈祷。然后咱伫即个禁食祈祷，咱有一个手册哦，吼，咱有一个手册。咱有即本手册吼，每一天拢照即个进度来祈祷。所以你无食饭的时候，你开始咧祈祷的时阵，一天一夜，来为着遮个代志祈祷吼，一天一夜，所以遮拢总有21天的禁食的即个手册，咱就照安尼来。咱伫咱的赖群组嘛，会来通知咱的组长，然后嘛来提醒咱的组员，吼所以这遮的内容拢是针对咱的台湾，为着咱台湾祈祷，嘛为着台湾的教会，为着咱的家庭，所以咱一定爱参与伫即个祈祷的中间，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咱即马若无祈祷，咱毋知将来有机会安尼来祈祷无。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祈祷会，所以非常的有意义。因拄则咧讲的这迄本，确实你若要甲伊请咱的干事甲伊装订成本爱装用水水这一本是75块，但是爱咱家己来付钱，教会无去补助这个钱。你若感觉讲你着要爱订几本安尼水水会使。
啊，你来甲咱的干事登记，伊就会甲你印安尼水水啊一本。啊，若无就是拄则即个，吼，就是安尼即本啊，这是会当伫后壁来摕，吼啊，逐工就为着这代志来祈祷。一工禁食几顿？一顿。啊，你要下早啊，还是要下昼下暗？看你，啊，你家己伫厝祈祷哦，毋是走来教会祈祷哦，吼。然后咱一礼拜，咱用拜一，咱来规工来禁食。拜一的时间，规工来禁食，这就是咱的永光教会参与伫即个全国祈祷大会的咱的禁食的行动。啊，你照你家己的身躯，啊，若是会使，咱永光教会咱定伫拜一3顿的禁食，你知无？禁食了后，咱的肠、咱的胃，这拢是一个清气的一个时间，足好的一个时间。上帝嘛要做工伫你的身上，嘛要医治伫你的身上，阿门。好，所以拜一是咱的禁食日，然后每一工有一顿来禁食，哈。好，过来。啊，咱生命更新营昨昏就开始吼，啊，今仔日等者还佫有，所以咱的学员爱等者哦，爱到伫楼顶来继续上课。拜六就是咱的门徒建造营，好，过来。啊，咱的乐团有练习吼，咱注意时间。好，过来，这是咱的央亲吼，咱的央亲牧区因办一个运动会，伫4月19，哇，邀请咱会当来参与吼。哇，这是一个真好啊，联谊的一个活动。好，过来。好，咱伫3月10到14，咱伫这个时间，咱的教会教育厅啊，变数者拢开始要做一个整修，吼啊，所以啊，这个空间是无法度使用的。咱的小组若要聚会，会当来点换所在。好，过来。好，那有相关的消息，咱家己会当来看咱的网站，还是扫 QR code 吼，啊，多多推销咱的教会。好，这是请咱起立，咱要用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用咱的好的心情来祝福。来宾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欢欣心来充满你，光芒大连连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啊是，上帝赏赐予我，我嘛祝福你。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福气。继续拜哦。哇，上帝赏赐咱的稳定健康，拢要祝福你。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福气。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福气。咱由阮徛地，请牧师来祝祷。但愿上帝甲恁同行，用风条、火条保护恁，也供应恁一时的需要，也伫每时看顾你，凡事拢得到上帝的祝福。佮愿圣神引带，互恁逐日跟对伊的脚步，佮行出伊所欢喜的，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请坐。